啱啱個星期咧發生咗3件歷史性嘅大事件啊，全部都發生喺所有人都話加密貨幣行業玩完嘅時候。SEC 同埋 CFTC 簽咗一份歷史性嘅文件啊，正式宣布比特幣同埋以太坊咧係數字商品，唔係證券。而就喺第2日咧 ，BlackRock 推出咗一個全新嘅 ETH ETF， 唔同以前嗰啲啊，呢個 ETF 咧係會幫你做埋質押，幫你瞓緊覺咧都賺緊3.幾% 嘅年化收益。同一個星期咧 USDC 嘅交易量咧6年以嚟第一次咧超越 USDT， 背後嗰間公司 Circle 股價目標咧啱啱就俾大行咧上調到120蚊。呢3件事件咧全部都係發生喺恐懼指數連續38日喺極度恐懼嘅情緒之下發生。Yo, what's up？ 歡迎大家嚟到 Degen Talk。而家錄片嘅時候咧係3月16號星期一嘅晏晝12點啊，啱啱換咗個新環境啊，所以啲咪未 set好晒。今日嗰個收音咧可能有啲差，大家請見諒啊。而家 BTC 嘅價格咧就喺73,700蚊左右水平，而以太坊咧就喺2250嘅水平啊。今日上個星期咧我就講咗一個幾重要嘅判斷啦，就係如果 BTC 嘅 ETF 保持每一個禮拜都有3億美金以上嘅淨流入嘅話咧，就可以確認咧我哋機構嘅防線咧係繼續有效啊！咁呢個星期咧係咩數字咧？767 million， 5日咧連續淨流入，喺2026年咧第一次啊！以太坊 ETF 同期咧都有2億嘅美金咧係4日連續流入啊！呢一個所謂機構嘅防線咧繼續係確認生效啊！咁啊快速 update 下最近大局啦！伊朗戰爭咧進入咗第3個星期，美軍咧空襲咗哈爾格島，油價咧由年初嘅60蚊咧飆升到接近100蚊啊 ！FOMC 今個星期開會。咁啊，市場咧都係預期維持利率唔變嘅機率咧係超過95%。咁但係今日咧，我唔係想講 ETF 買咗幾多。過往2集咧，我哋一路都討論緊咧熊市有幾深，機構同埋散戶嘅分歧有幾咁嚴重。咁今日想講嘅故事咧，完全唔一樣啊！因為今日我想講咧係可能係成個加密行業有一啲嘅基本面咧徹底嘅改變啦。我哋可以由一份文件開始講起。3月11號咧 ，SEC 同埋 CFTC 咧就簽咗一份 MOU。咁呢一份 MOU 咧文件好簡單，但係咧份量咧就係極之重啊！做咗一件事，佢係正式將比特幣同埋以太坊咧歸類咧為數字商品，納入咗去到 CFTC 嘅管轄範圍啊！呢句話嘅意思咧就真係講緊 ETH 咧唔再係證券。咁你可能會覺得啦，呢啲嘢都講咗好耐啦，有啲咩大不了啊？咁大不了嘅地方咧就在於咧，之前所有人咧都係估下 SEC 咧係冇正式通過，而喺美國嘅法律機制底下咧冇正式講同埋正式講咗之間嘅差距咧係天與地嘅分別啦。之前嘅狀態咧係 SEC 可以隨時改變主意，話以太坊係證券，然後咧對成個行業咧發動個監管嘅打擊。呢個嘅唔確定性咧就係過往壓制住 ETH 發展嘅最大因素之一啊。咁而家咧呢個不確定性咧就會完全歸零。咁而呢份嘅 MOU 咧影響嘅嘢咧唔單單係講緊 ETH， 因為佢係打開咗一道門啊。咁而 BlackRock 咧就係第一個咧去即係衝破呢對門嘅人啦。就喺 MOU 簽署嘅第2日，佢就即刻推出咗一個叫做 ETHB 嘅嘢啦，就喺 Nasdaq 咧正式開始進行交易㗎啦。呢個咧並唔係一個普通嘅 ETH ETF 啊，佢係會幫你做埋質押，意思即係話呢個係第一個可以質押嘅 ETH ETF。咁佢首日嘅交易量咧就係1550萬美金，初始嘅淨資產咧接近1.5億，質押收益率咧大概係喺3.1%。咁啊，投資者咧大概可以攞到80%左右嘅質押收益。咁點解呢件事咁重要咧？首先呢個 MOU 嘅意義咧，好多人淨係放咗喺 ETH 係商品呢個結論，但係咧忽略咗一個更深層嘅嘢，就係呢一份文件咧其實係喺 SEC 同埋 CFTC 之間嘅權力分配嘅協議啊。過往幾年咧 SEC 咧同埋 CFTC 咧喺加密貨幣嘅管轄權上面咧一直都有衝突㗎啦。SEC 咧就話大部分嘅代幣都係證券，應該咧就歸佢哋去管啦。CFTC 咧就話比特幣同埋以太坊係商品，應該歸佢哋去管。咁啊兩個部門咧各自執法，咁啊搞到成個行業咧都唔知聽邊個。咁啊 MOU 呢一份嘅文件咧，本質上咧就係話好似楚河漢界咁啦。BTC 同埋 ETH 咧就歸 CFTC。其他代幣咧就再視乎情況。呢件事咧唔單單係對 ETH 嘅定性啦，而係成個加密貨幣監管框架嘅一個奠基石啦。咁而呢個框架咧一旦建立咗咧，即係後面啲嘢就會順咗好多噶啦。咁你試諗下啦，點解 BlackRock 可以喺 MOU 簽署嘅第2日就推出 ETHB 咧？因為咧 BlackRock 一定係提前知道咧呢份文件會簽噶啦。呢個 ETF 咧唔係臨時嘅起義啊，而係 BlackRock 嘅等咗好耐，等到個監管放咗綠
燈咧先咁推嘅產品啊。咁呢個 ETHB 咧本身都係個幾革命性嘅嘢嚟啦，因為傳統金融歷史上面咧係冇一個 ETF 嘅產品咧係可以有內建生息嘅機制。你買 SPY 去追蹤標普500啦，就係咁嘅啫。你買 GLD 就追蹤金價，就係咁多。但係 ETHB 咧唔同啊，你買咗佢之後咧，唔單止係追蹤以太坊嘅價格啦，仲會自動幫你做埋質押，產生大約3.1% 嘅年化收益率。呢個本質上咧就係傳統金融第一次將 DeFi 嘅核心機制，即係 staking 啦，包裝做一個受監管，可以喺退休賬戶入邊持有嘅金融產品。咁而 ETHB 咧，只不過係第一個。如果呢個模式成功嘅話咧，下一個咧可能 Solana 嘅 ETF 啦，又或者係 ADA 嘅 ETF 申請。咁啊，如果 MOU 嘅框架咧擴展到其他 Layer 1代幣，而佢哋同樣被歸類為商品咧，咁質押型嘅 ETF 咧就可以複製到所有 Proof of Stake 嘅公鏈上邊噶啦。咁啊，想象一下啦，一個退休基金嘅 portfolio 入邊有 SPY、有債券、有 ETHB，幫佢賺3% 嘅年化，有 Solana 嘅質押 ETF 幫你賺6至7% 年化咧。呢個畫面咧，如果你擺翻喺5至6年前咧，真係天方夜譚。但係而家咧，成個框架咧已經係建立咗喺度噶啦。咁啊，而我認為咧，市場都真係幾嚴重低估咗呢件事嘅重要性啊！大家記唔記得咧？2024年1月份嘅時候，比特幣 ETF 獲批嗰陣發生咗啲咩事？第一個月咧就吸納咗超過40億美金，之後嗰一年咧，比特幣就由4萬蚊升到上去12萬6啊！而一個情況咧，其實比當其時更加強啊！嗰陣時咧，只有一個產品係獲批，而家咧係成個嘅監管框架係定咗型啊！嗰陣時咧買比特幣 ETF 咧係唔會收息，但係而家咧買 ETHB 咧係可以收息。嗰陣咧只有 BTC 係獲批，而家係成條 pipeline 成個框架已經喺度啦。ETH 之後可以係 Solana 之後可以係 ADA 或者其他嘅代幣。咁但係咧都要公平啲講句啦，就係短期嚟講咧 ETHB 第一日嘅數據咧唔算話係爆炸性咁好嘅，15,000萬美金嘅交易量同當其時 IBIT 首日嘅數據咧差好遠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唔好期待咧呢一個嘅 ETF 咧會馬上推高 ETH 嘅價格。咁啊真正影響咧，其實講緊係中長線啊。當越嚟越多機構咧意識到咧佢可以喺一個受監管嘅框架下面持有 ETH， 仲要賺取埋息嘅時候咧，呢個資金嘅流入咧就會 keep 住繼續噶啦。咁呢個結構性嘅嘢咧就唔係話一次性嘅炒作。咁啊所以咧我自己嘅結論就係覺得 MOU 再加埋 ETHB 呢個嘅組合咧係將加密貨幣由一個投機資產啦，慢慢已經正式升級為一個機構級嘅金融產品嘅一個標誌性嘅日子啊。咁啊短期內咧未必有太大嘅感覺，但係咧我哋如果幾年後望翻轉頭咧，呢個可能絕對係一個幾重要嘅分水嶺啊。去到呢度咧，希望大家可以幫我撳個 like 啦，同埋可以喺下邊留言區咧留言一個火啊，支持我繼續去做同類型嘅影片。好，咁我哋啱啱咧就講完監管框架嘅變化啦，監管一清晰，受影響嘅咧，除咗係 BTC、ETH 之外咧，仲有就係穩定幣啦。咁啊，上個星期咧，日本有一間投行咧就出咗一份研報，入邊一份數據咧，我只覺得係好重要。咁就係講緊咧，2026年咧去到而家 USDC 調整後嘅交易量咧，大概係喺2.2萬億嘅美金，而 USDT 咧係1.3萬億 ，USDC 係佔咗64%啊！呢個數據咧係自從2019年以嚟咧 ，USDC 第一次喺交易量上面咧超越 USDT 啊！你要明白咧呢個數字係幾咁誇張。USDT 咧其實係由19年開始咧一路都係穩定幣嘅王者啊！市場佔有率咧係最高峰係去到70%。大家用穩定幣咧，默認一定係用緊 USDT 噶啦。交易所用 USDT 嚟做交易對啦 ，DeFi 用 USDT 嚟做流動性。咁啊，場外 OTC 咧，大家都係買緊 USDT， 出金都係出緊 USDT 噶啦。咁啊，呢個地位咧，過往5年咧，基本上都冇人可以撼動喎。但係而家數據話俾你知咧 ，USDC 個實力咧，逐漸開始即係上緊嚟啦。同一時間咧 ，USDC 嘅供應量咧去到歷史新高，811億嘅美金，而穩定幣嘅總市值咧亦都突破咗3150億噶啦，都係歷史新高。大家可能會問啦，咁樣 USDC 交易量多咗，關我哋咩事咧？咁其實都幾影響㗎，因為咧穩定幣咧係成個加密貨幣生態嘅即係地基啦、血液啦，邊隻幣贏咧，決定咗成個行業嘅資金流動性咧會去邊度走。咁啊 Circle 咧係 USDC 嘅發行商啦。如果大家有用過 USDC 咧，其實你已經係 Circle 呢間公司嘅用戶㗎啦。只不過咧大部分人咧唔知道呢間公司嘅存在。咁而家咧大家都可以直接買佢到嘅股票㗎啦。股票代號咧就係 CR
CL 紐約交易所上市。咁啊 Circle 嘅賺錢方法咧好簡單嘅啫，大家每存入1蚊美金去做一粒嘅 USDC 咧 ，Circle 咧就會靠住呢1蚊嘅美金咧去買美國國債。咁美國國債而家個利率大概係喺3.5%至4%啦，所以咧 Circle 咧本質上咧就係攞住你嘅錢去賺利息，而你就攞翻一個1對1嘅穩定幣啊。USDC 嘅總應量咧係800億啦，假設平均嘅利率係3.5億咧，咁1年嘅利息收入咧已經可以收到28億嘅美金，呢個咧幾乎係接近零邊際成本嘅收入咧，就係代表住供應量越大咧，佢嘅收入咧就會越高。而佢啱啱出嘅 Q4 2025年業績咧，亦都印證咗呢一點㗎啦。平均季度嘅收入咧係7.7億美金，按年咧係升咗77%，調整後嘅 EBITDA 啦1.67億啦，按年亦都係升超過400%，全部嗰啲 earning per shares 啊都係遠超於市場預期㗎啦。咁啊呢個數字出嚟之後咧 ，Circle 嘅股價咧都係3月初單日咧彈咗超過10%。咁啊，但係 Circle 咧仲有一個唔係太多人知嘅安排啦，就係咧佢同 Coinbase 咧有一個收入分成嘅協議。Coinbase 咧係 USDC 嘅分銷夥伴啦，咁佢哋之間咧就會分享 USDC 儲備帶嚟嘅利息收入。咁啊，所以咧 USDC 嘅增長咧唔單單係 Circle 一間公司嘅故事啊，係 Circle 再加埋 Coinbase 呢對組合嘅故仔。咁啊，再加埋咧佢啱啱攞到 OCC 美國貨幣監理處嘅有條件批准咧去申請國家信託銀行嘅牌照啊。呢個代表住咧，其實 Circle 咧已經慢慢由一間 crypto 嘅公司咧變成一間受聯邦監管嘅金融機構。咁啊，睇下佢最近嘅股價表現咧，就知道市場係點樣理解呢件事㗎啦。Circle 咧由2月份嘅低位咧50蚊反彈到去到而家115蚊左右啊，一個半月咧已經升超過1倍啦。年初去到而家咧升咗50%，絕對係跑贏咗同期嘅 S&P 500㗎啦。咁但係咧呢場穩定幣嘅戰爭咧，仲有一個幾大嘅變數嘅，就係 Clarity Act 啦。咁咧 Clarity Act 咧係美國國會審議緊嘅一條穩定幣專門法案啦。如果呢條法案咧通過嘅話咧，將會成為穩定幣建立一個聯邦級嘅監管框架，即係講緊邊啲機構可以發行穩定幣，要持有啲咩類型嘅儲備，要做幾多審計同埋披露等等一個咁嘅框架。咁但係而家呢條法案咧就其實陷入緊一個僵局啦。最大嘅爭議性咧就係穩定幣嘅發行商可唔可以將儲備嘅收益咧分翻俾持有者？如果法案咧係允許穩定幣派息嘅話咧，咁 USDC 咧就會變成一個類似係好似美元活期存款嘅產品。揸住 USDC 咧，自動就會收到利息。咁呢個咧就會直接同銀行嘅存款業務咧有所競爭。咁啊，所以咧美國銀行家協會咧都喺3月5號咧正式拒絕咗白宮嘅妥協方案。佢哋立場好清晰㗎啦，就係唔可以俾穩定幣發行商派息，因為呢個咧會搶走晒銀行嘅存款。咁啊 Trump 嘅反應係乜嘢咧 ？Trump 咧就喺佢哋嘅 social media 上面咧就話咧銀行係劫持緊呢個法案啊。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幾有趣嘅情景啦，就係加密貨幣公司咧就想要有派息嘅權力，但係咧銀行就想要保護住自己嘅地盤啦。今日白宮咧同埋國會就夾咗喺中間啦。咁呢條法案最終會點樣收科咧？直接會決定咗 USDC 同埋 USDT 嘅命運。咁而家 CoinMarket 咧就對 Clarity 法案咧喺2026年之內會簽署嘅機率咧就大概喺60% 嘅定價，即係講緊咧市場咧覺得呢條法案咧大機率都係會通過嘅，只不過具體嘅條款咧可能仲有所嘅斟酌啦。簡單總結，第一咧 USDC 超越 USDT 咧絕對唔係曇花一現啊，係成個結構性嘅改變，推動力咧都好清楚㗎啦。機構資金有所增長啦，然之後監管框架慢慢優化 ，ETF 嘅生態嘅結算需求啦，呢啲全部咧都係講緊咧導向合規嘅穩定幣，而咧 USDC 咧絕對係首選㗎嘛。第二咧 Circle 一定係呢場轉變嘅最大嘅得益者 ，USDC 供應量會增長100億美金咧 ，Circle 嘅年化收入咧就大概就多3.5億美金㗎啦。咁啊，如果連呢個 Clarity Act 嘅法案都通過，而且咧允許某一種形式去嘅即係做一個 profit sharing 嘅話咧，咁啊 Circle 咧仲可以推出埋新式版嘅 USDC， 咁呢個咧會進一步加速佢嘅增長啦。咁啊 Circle 嘅股價咧即係已經係反映緊咧市場對呢個股仔嘅期望同埋認可啦。第三咧 USDT 咧我知道咧佢並唔會消失嘅，但係可能佢嘅角色咧會有所改變。USDT 咧可能喺新興市場啦，或者做一啲 OTC 啦，或者一啲非合規嘅場景入邊咧仍然會係主導嘅。但係咧可能喺美國本土啊、機構交易啊或者受監管嘅 DeFi 生態下邊咧，可能 USDC 就會慢慢取代 USDT 嘅地位啦。咁我哋啱啱講完啦兩個結構性嘅大變化，咁呢啲都係講緊中長線嘅嘢啦。咁啊，我哋講一啲好實際嘅問題啦。
既然啦成個行業發展得咁好嘅話，點解而家個價仲未升咧？咁我上次咧就分析咗5組嘅鏈上數據。第一個咧係講緊恐懼貪婪指數，咁啊連續咧38日咧都係處於一個極度恐懼嘅情緒。咁啊呢個數字大家聽過好多次㗎啦。咁但係咧 10X Research 嘅分析師咧講咗一個幾重要嘅觀點，佢就係話咧我哋唔可以淨係睇恐懼貪婪指數表面呢個數字，我哋要理解佢入邊嗰個成分，我哋要拆開睇下佢入邊有啲乜嘢。其實呢一個恐懼貪婪指數咧入邊有5個成分嘅，分別係波動率，量度嘅咧就係 BTC 嘅價格波動幅度同埋過往30日、90日嘅平均值對比啦。而家呢個成分咧係處於一個極度恐懼嘅狀態，因為咧過去幾個星期咧波動的確係好大㗎啦，戰爭消息啦一出嚟嘅話咧，一日可以上下5%嘅。第二個成分咧就係市場嘅交易量或者動量啦，呢個睇嘅咧就係 BTC 嘅價格動量同埋交易量，同埋過往30日、90日嘅均值做比較。咁而家呢個成分咧都係一個深度恐懼㗎啦，因為咧比特幣由高位跌咗落嚟咧超過50%啦，動能指標咧已經係全部向下㗎啦。第三個就係社交媒體嘅情緒，呢個咧就係講緊用 AI 咧去掃 Twitter 啊、Reddit 呢啲平台啦，分析咧比特幣相關嘅貼文嘅正負面嘅比較。咁啊而家基本上咧都係清一色講緊，而家係一個深紅啊要走佬㗎啦。咁啊第四個就講緊調查數據啦，直接問投資者對後市嘅睇法，都係清一色睇淡㗎啦。第5個咧就係 BTC 嘅 dominance 主導率 ，BTC dominance 上升咧代表住資金由 altcoin 流翻去 BTC， 咁都係典型嘅避險行為啦。咁一拆開晒之後咧，你會發現一件事咧，就唔係講緊1-2個成分咧係拖低成個指數啊，而係5個成分咧都係處於一個極度恐慌嘅水平啊，代表住市場咧呢一個恐慌咧係對成個嘅市場信心結構性嘅崩塌，而歷史性咧都係話俾大家知㗎啦。當恐懼去到呢種咁全面性咧、結構性嘅程度咧，往往都係非常接近底部嘅時候，因為走嘅人咧已經差唔多走晒啦，咁啊剩翻嘅人咧唔係驚，而係決定咗佢哋唔會再走㗎啦。第二個指標就係講緊資金費率，咁佢自3月初以嚟咧已經係持續係一個負數啦，咁啊係2022年熊市底部以嚟咧其中一個最長嘅負資金費率嘅區間。比特幣嘅資金費率啦，由3月初開始咧已經持續係負數啦 ，ETH Solana 咧都係負數，代表住咧市場上面做空嘅人咧係遠遠多過做多嘅人啊，而且多咗好多，唔係講1-2日嘅事。第一個層面咧，去反映咗市場嘅共識，負資金費率咧代表住大部分嘅投資者咧都係睇跌嘅，佢哋願意咧去俾錢去 keep 住佢哋嘅空倉啦。咁呢個咧都係同啱啱講嘅恐懼指數嘅信號一致啊，都係市場極度恐慌。咁啊第二個層面咧就係反映緊市場結構性嘅脆弱啊。當太多人咧企喺同一邊嘅時候咧，市場就好似一條彈弓咁樣，只要咧有任何一個正面嘅催化劑，譬如 let's say FOMC 出嘅信號咧係比預期更加鴿派，又或者伊朗突然間停火，空頭咧就會被逼平倉㗎啦。咁啊而空頭平倉咧本身就係一個買盤，咁啊需要買翻 BTC 嘅平倉就會推高翻成個價格，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 short squeeze 啦。咁啊事實上咧啱啱個星期咧已經出現咗一次小型嘅 short squeeze 啦。3月13號到14號咧 BTC 係衝到去接近74,000蚊嘅水平咧，咁啊24小時內咧係清算咗3.71億美金，咁啊其中咧有2億咧係空頭嘅清算，但係之後咧中東局勢嘅消息又出嚟啦，價格又打翻落去，咁所以咧呢一個就好似彈弓就彈咗一下咁，但係又俾人即刻拉翻住，但係咧我哋會見到個彈弓嘅力度咧就仲喺度嘅，而且咧係越拉越緊。咁而第3個指標咧，呢個相對比少人講，但係我覺得咧可能佢而家幾值得注意嘅，佢就係講緊 BVIV。BVIV 咧係比特幣嘅隱行波動率指數啊，類似係好似傳統金融入邊嗰個 VIX 咁啦。咁啊專門咧量度咧就係市場預期未來30日咧會有幾大嘅波動。咁而家 BVIV 咧係跌到落去55%，係2個星期嘅低位，代表住咧市場預期住未來嘅波動率咧會下降。咁我聽落冇乜特別啦，但係如果配合埋其他嘅指標咧係幾有意思嘅。你諗下我哋啱啱講嘅畫面，恐懼指數15，所有人咧都已經好驚㗎啦。資金費率 keep 住係負，所有人都做空。咁但係咧 BVIV 即係波動率咧反而係下跌啊，代表住市場預期短期內唔會有太大嘅波動。咁呢3個信號加埋咧就係形成一個幾經典嘅形態，就係波動率壓縮。咁波動率壓縮係一個咩概念咧？大家可以想像就好似一個壓力煲咁樣啦。市場上面咧有買賣兩方去進行一個僵局，買嘅人咧就唔肯追高，賣嘅人咧就已經賣得七七八八啦。咁啊成交量咧就減少。
波幅咧又減少，所有嘢都好似靜晒落嚟咁啊。咁但係靜咧唔代表冇事嘅，因為靜咧代表住嗰個動能咧係累積緊。咁歷史上咧每一次 BTC 嘅波動率壓縮去到極端水平之後咧，都會出現一次大型嘅方向性突破，一係就爆升，一係就爆跌㗎啦。2020年3月份嘅 Covid 崩盤咧有一次嘅波動率壓縮，之後咧就係暴跌再暴漲。2023年年初都有一次啦，之後咧就係持續向上。咁所以咧而家嘅問題咧就唔係話會唔會有大波動啊，問題係咧係方向係喺邊度。咁啊另外仲有兩組數據咧，分別就係比特幣嘅 ETF 連續5日咧有一個淨流入啦，最後就係咧第2000萬粒嘅比特幣咧就會喺3月10號咧被開採。咁啊全球咧剩翻100萬粒嘅比特幣未開採嘅啫，咁啊未來就會喺100年慢慢流出啦。咁啊成個供應鏈咧其實已經係持續收緊㗎啦。咁啊過往兩集咧我哋都有用 AI 做一啲嘅鏈上分析啦。2個禮拜前咧就係用歷史時期嘅比對，上個星期咧就係同大家去比較嗰個 ETF 嘅覆蓋率模型啊。今個星期咧我就用另一個方法，就用咗一個多指標嘅同步比對。咁我將啱啱嗰3個核心條件咧擺入 AI， 即係講緊恐慌指數要低於20，超過30日，資金費率持續係負數超過2個星期，同埋隱含波動率咧係處於一個壓縮嘅趨勢。我將呢個3個指標咧放晒入 AI， 然後就問 AI 咧喺過往10年咧有冇啲咩類似嘅時間點咧係滿足呢啲條件咧？結果咧係得2次嘅。第一次咧就係2020年嘅3月份 Covid 崩盤之後咧 BTC 由3800蚊升到去64000啊，升幅咧係14倍。第二次咧就係22年嘅12月 FTX 崩盤之後大概1個月咧，比特幣就由16500啦升到去126,000蚊，升幅咧就有6倍。咁啊而家2026年嘅3月份咧就係第3次啦。咁啊2個星期前咧我就話市場咧可能仲需要一次嘅終極考驗先會見底啊嘛。咁可能咧而家要 update 一啲嘅睇法啦，就唔係話終極考驗咧唔會嚟，但係咧呢啲指標如果同時着燈嘅話咧，歷史上面咧每一次出現咧都代表住真係非常之接近底部噶啦。咁啊但係咧都要講清楚一啲限制嘅。第一啦，其實 sample size 真係好少，得2次咧都唔足以話做呢個統計結論嘅啦，淨係可以做一個參考。第二咧，歷史上面咧所有嘅反彈咧都有一個大前提嘅，就係流動性轉向。2020年咧之後就係一個無限嘅 QE 啦。2022年底咧就係市場 price in 個加息週期結束，咁而家既有 QE 啦，利率咧大概率係唔會變嘅，仲有伊朗戰爭咧推高緊油價同埋通脹，咁流動性轉向咧暫時未出現啦，成個宏觀嘅環境咧都有所唔一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分析咧只能夠做一個參考。咁啊 Glassnode 咧有個講法咧，我覺得係幾中肯嘅，佢就話咧而家更加似係一個穩定化嘅階段，而唔係突破階段。真正嘅牛市咧係需要有資金嘅注入啦，淨係靠現有嘅持倉者去推動咧係唔夠嘅，咁所以咧對我哋嚟講咧就係長線投資者恐慌性拋售嘅最壞時刻咧大機會已經過咗啦，但係唔等於最好已經到咗啊。咁啊但係啦74,000蚊呢啲阻力位咧已經第4次係即係頂住咗㗎啦，咁你未突破之前咧，大家都千祈唔好太興奮。咁你可以關鍵監察住就係譬如今個星期嘅 FOMC 啦，咁啊利率大機會都唔變㗎啦。咁但係咧，鮑威爾咧對油價同埋通脹嘅解讀取態咧，同埋新嘅點陣圖咧，將會決定咧下一步比較重要嘅方向。好啦，咁今日嘅內容咧都幾多嘅，咁我幫大家總結一下啦。第一咧，遊戲規則咧，我自己覺得有基本性嘅改變咗。SEC 同埋 CFTC 嘅一份 MOU 咧，係結束咗咁多年嚟嘅監管競爭啦。ETHB 咧係開創咗質押型 ETF 嘅新品類，呢個門一開咧，其他嘅質押型 ETF 咧可能將會就會 follow up 㗎啦。第二，資金管道嘅變陣啦，USDC 6年以嚟首次係超過 UST 嘅交易量 ，Circle 嘅股價咧1個半月內翻倍。監管越清晰咧，咁啊機構走嘅合規軌道咧，個框架就會越嚟越好啦。咁啊第三樣嘢就係鏈上數據話俾我哋知咧，大機率咧真係喺底部附近左右嘅水平啦。恐慌指數5個嘅成分咧全部見底，咁啊過往10年咧都好少出現㗎啦。永續資金費率持續都係負數，空頭咧係極度擠迫啦，咁啊彈弓個力咧拉到盡晒㗎啦。波動率嘅壓縮咧去到2個星期嘅低位，咁啊壓力煲咧就真係蓄勢待發啦。咁啊 AI 咧顯示呢個組合歷史上邊咧淨係出現過2次嘅啫，就係2020年嘅 Covid 同埋22年嘅 FTX 底部。咁啊2次之後咧都係超過600% 嘅反彈㗎啦。咁但係咧都要講翻句啦，接近底部咧就唔等於
如見底，一日未有流動性嘅轉向咧，就唔會有真正嘅牛市。咁而家嘅環境咧，都仲有好多未知數啦。伊朗戰爭會唔會夠升級？油價會唔會夠穿100蚊 ？FOMC 會唔會有意外嘅信號咧？所以啦，好似今日嘅標題咁講，究竟係唔係2026年嘅轉捩點咧？我嘅睇法係咧，價格上面咧，可能大家未反映到，但係咧結構上面咧，其實呢個轉捩點咧已經係發生咗㗎啦。咁啊，而歷史都反覆證明嘅一樣嘢。結構嘅改變咧，永遠都會係喺價格發生之前嘅啦。咁啊，價格咧遲早都會追翻上嚟。好啦，咁今日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咧，就幫我撳個 like；如果唔中意咧，就幫我撳 subscribe。因為咧越多人 subscribe 我條片咧，我就越有動力製作更加好嘅內容俾大家。咁今日條片就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